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失落搁找到会欢喜。路加福音第15章1节到10节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，有一遍，真侪冒失甲罪人，我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拗念，讲这个人接纳罪人，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一个譬喻：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，拍毋见一只，伊减袂放迄99只伫旷野去找拍毋见迄只，找到着，一个找着，伊就真欢喜，将迄只羊派伫肩头。伊转来到厝，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拍毋见迄只羊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，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。还是有一个富人人，有10个银元，拍毋见一个，减袂点灯扫厝内，拍拼找到着，伊一个找着，就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拍毋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上帝的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。默想路加福音第15章这3个失去的譬喻，拢有失去、找到甲欢喜的元素。毋过，伫读这3个譬喻的时阵，莫袂记得这是耶稣要说明家己是安怎甲抽象的人，也是歹人斗阵的时阵所讲的。这个譬喻的重点，敢是失去？咱常常咧碰见物件，譬喻的重点是伫找到。咱找到碰见的物件，嘛常常是甲等伫边仔去。这个譬喻的重点是找到倒来了后，迄个欢喜，因为这个互找到的物件是主角上珍惜、上宝贝的，找到倒来时阵，才会遮尔欢喜。所以耶稣要讲的是，这个互社会撇相的罪人，是伊所看重的宝贝。所以因愿意行向耶稣，对耶稣来讲，就若亲像是行袂落的羊仔，互找到倒来，碰见的钱互找到，也是离家出走的浪子愿意翻头安尼，互伊欢喜。耶稣珍惜互社会撇相的罪人，愿意为罪人付代价，甚至若亲像譬喻中迄个雇佣的人，甘愿甲99只羊下咧伫旷野，干那为着要找行袂落的迄只。这个譬喻是甲咱讲，万不至咱就是迄只羊仔，耶稣要求是愿意会甲咱找甲着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阮知影主耶稣愿意和罪人同坐倒，甚至为着安尼来不满、来无理解的时阵，阮袂记得家己其实也是罪人，而且是迄个无去和主耶稣同坐倒的罪人。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读到失去的譬喻的时阵，发现家己甲所撇相的人，其实共款拢是一个罪人，上时也是天父你所喜爱的。感谢我罗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